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国道上北杨梅路段，昨暗节29岁查某人跳车去互后边的车弄到，送医不治，跳车原因警方继续调查。台北捷运传出伫司机休困的所在发现有毒品，员工讲是巡车的时阵捡到的。台北捷运表示，这员工无验出毒品的反应。台北市一间幼儿园园长的后生涉嫌性侵害囡仔，有议员指控园长甲证明开发的中心，嘛质疑市政府反应上慢。咱先来看国道上北杨梅的路段，昨暗有一个29岁的查某人雄雄对轿车顶头跳落车，去互后面的车弄到，送医不治。跳车原因，警方继续调查。救护车赶去高速公路顶悬救人，这个事件发生伫14暗时8点左右。国道1号上北68.2公里杨梅的路段，一个坐伫轿车后壁座位29岁姓詹的查某人，因为不明原因跳车，后壁车袂负打动就安尼弄落。经救护人员检伤，患者已无生命征象，头部及肢体多处撕裂伤，右大腿骨骨折。经救护人员即开始抢救，家属表示送往联兴医院，到院后宣告不治。代志发生的时阵，这个姓詹的查某人甲因老母，还有其他3个亲戚做伙坐伫这架轿车内底。伫高速公路顶，伊雄雄甲车门开跳车，搁去后壁的车弄到。消防员到现场了后，随家 CPR 指挥，甲做固定等等救护的处置。不过送病院了后，还是救无倒来。因为这个事件详细的原因，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一般情况下，驾驶人难以预期高速公路上会有人突然跳车，因此基于信赖保护原则下，较难为驾驶人有疏于注意前方车况之情形。针对高速公路顶悬后壁的车弄到这个跳车的查某人的事件，有律师认为讲，这个驾驶会弄死人，并不是无注意到头前的情形才造成的，是根本就袂负打动啊，应该会当免责。不过这专案敢是有调查的责任，也要等相关的单位来查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刑事局的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接到通报，讲南投水里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手头有枪甲枪支，大批的警力去抓人，查到一支托尼基的散弹枪，佮一支手枪，佮有200粒的枪支。这嫌犯是表示讲是一个已经过身的朋友寄放伫伊遐，警方是表示讲因会佮继续追查。规大厅警察全副武装来到南投水里一间林家厝，也因为现场要到200平，警方唔敢大意，是敲较真详细，落去敲出枪支含一批枪支，也发现真罕见托尼基制作的散弹枪。查扣了土耳其制霰弹枪1支、金牛座手枪1支及各式子弹200发。他当时是把他的枪械子弹藏在后洞，因为它有前后洞，藏在后洞废弃的水塔里就以那个塑胶袋相关的胶带的包裹的方式来做一个藏放。刑事局进前接到情资，讲南投水里乡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可能有枪，而且拢藏伫咧徛街，报请检方指挥侦办。警方收集证据了后，发现讲嫌犯住所在挖进山坡地含公墓，而且范围真宽，追查风险也真悬。加在追查过程，嫌犯拢无反抗，一概查到枪支敢是有牵涉到刑案，警方佫需要厘清。目前还在鉴定中，好，我们要等鉴定书下来看有没有跟各大一些枪支的重大刑案来做个比对。嫌犯被抓到了后，伊就讲，这个枪含枪支是一名已经过身的朋友，几多年前寄伫遮的。警方针对这款的讲法是保持着保留的态度。然后这届查到枪支内面，其中有2种枪支是袂当使用伫咧这款的枪顶头，无排除还有其他的枪也被互查到，今麦也要来扩大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公司南四界司机休困室发现有毒品，捷运警察是讲有一个员工表示，伊在巡车检查时捡到这个毒品，该放伫休困室。捷运公司嘛强调讲，这员工有接受验尿，是无验到讲有毒品的反应。警方阁继续在侦办，这员工嘛先调离赛车的职务。位伫捷运南西角站地下停车场的车帮休困室，伫7月7日，互员工发现一个纸包清点内容物的时阵，发现有毒品，通报捷运警察队处理。警方发现纸包内有大麻草，另外有摇头丸2粒，甲玻璃球1粒。经过毒品检验包检测，阳性反应。
吊挂门口监视器，一一询问使用过这个空间的员工。一名行车专员表示，是伊伫南势角列车内巡视的时阵捡到的。是在南势角的这个列车里面的巡检的时候呢，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物品。那因为他个人的工作疏失啊，将他遗忘放在这个休息室，忘记交出来了，将他的尿液也送检立即做调查。那这个送检之后，目前所得到的结果，它是阴性。捷运公司表示，当事人毒品反应是阴性，并无毒驾。为了救精神，也是伫第一时间将伊调离行车运转职务，转赖勤一直到调查完成。捷运检察队刑事组也约谈当事人到案，进一步厘清案情。通知他做笔录之后呢，那我们会进行这个验尿的这个动作。捷运公司强调，公司对行车人员原本都有严格的管理机制，定期体检检查，今年度已经伫5月开始作业。另外，要负无定期的6月抽检，针对这摆事件，会重新检讨行车专员扣到碰见的物件的作业流程，后续会全力配合警方厘清物品来源。那员工不法持续属实，会以上严厉方式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一个幼儿园的教保员是园长的后生，伊伫2022年到2023年，涉嫌对囡仔卡来手来个性侵。伫调查的时候，伊个继续伫幼儿园的上班，被羁押了后才离职。外界质疑讲是政府无伫第一时间来处理，嘛造成受害囡仔愈来愈多。老师有摸他屁股这件事情的时候，妈妈伫3月时讲到查某囝8号幼儿园教保员不当对待，是感觉真毋甘。这个加害者是某一个幼儿园园长的后生。2022年到2023年期间，涉嫌不当去摸囡仔私密的所在。后来，几摆搜查，也找到超过600部私密的影像，大约有20个囡仔受害。2022年接到通报，却迟到2023年的7月才正式成立调查小组。这位老师在被调查当中，园方没有停职，导致于这段期间发生更多的悲剧。2022年7月，就家长提告胜诉了，延过幼儿园稳状，继续予这个涉案的教保员来任职，造成受害的这个囡仔人数增加。2023年7月，被关押了后才离职。后来，佫发现，身为加害者老母的园长，除了涉嫌包庇，也疑似用员工的名，伫今年5月成立新的托婴中心，市议员甲外界拢质疑，市府无伫第一时间脱先来处理。我们联合稽查，不让园长或负责人有任何借壳上市的一个空间，向中央来提出修法的一个意见，订定一个负责人身份的限制。112年7月接获通报，再立即确认许可，处以停职、撤销设立许可，并裁处终身不得任职。相关处理严当的指控跟事实是完全背离。学龄前的这个幼儿园阶段性平的案件的时候，应该去比照国小以上纳入由性平委员会来进行调查。政府机关可以找媒体工会的相关代表，集体事件的曝光上面，我们可以报道到什么程度？报道上面的一个框架。市府强调无拖延处理。中华司法的幼儿园所在已经换做其他幼儿园啊。社福团体呼吁，互性平法的调查机制会使扩大到学龄进前。也若离校看法对着媒体报道的机关，也应该有所来调整，才有法度协助相关事件的监督甲有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针对这件幼儿园园长的后生性侵害囡仔的事件，虽然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强调讲会追究到底，也毋过有民进党的市议员又搁接到消息，讲这园长搁照命开托婴中心，嘛质疑讲台北市政府伫2022年的7月份就收到通报，说伫1档后才处罚。2022年的7月到2023年的7月，这个老师继续在幼儿园里面教课，教育局应该要给一个说明，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司法在调查，但是行政却完全没有作为。2022年7月，虽然我还没上任，但教育局跟我回报，他们在当时即刻也调阅了相关的监视器画面，该案全案侦查终结，不起诉处分。我上任之后，也都再三的跟各局处要求，碰到类似儿少保护案件，一定是要即刻反应，横向联系，火速查办。
针对这个园长，搁再开拓的中心，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去年7月知影消息，社会局就马上甲家长联络，嘛协助转机构。强调讲，目前社会局、佮教育局、警察局嘛增加稽查，避免照明搁再经营状况搁再发生。再来看税厝电钱的新制度，今仔日开始实施。新的规定是以电钱就爱以平均的计数做标准，用几度电就爱算几度的钱。也毋过目前看起来双北市税厝的拢总是有4万外户，并无登记嘛无通报，所以是真恶查。双北市政府嘛强调讲，若抓到违法，厝主上济会当罚30万。为了改善这租厝电费乱花价乱上，内政部修正租厝电费规定，7月10号开始，新版的租厝客还本3点的修正。厝头客收电费标准，每度不得超过电费单登记每度平均电价，也是登记电费总额。厝头客有提供电费资讯的义务，厝卡也会使家己向台电来查询这电费。不过厝卡烦恼讲，就算新制实施，也不一定敢去申诉。可能就要看有没有相关的，就是保护像这种吹哨者的措施。觉得忍个1-2年，不想要跟房东闹翻的话，可能就不会去投诉，对，会不敢投诉。怎么可能大家都乖乖收台电的费用？就像之前那个租屋补助啊，有很多人去申请了，可是其实会被房东刁难。根据统计，新北大约有10万户租厝的需求，经过申报大约是6万5千户，台北市大约5万9千户租厝需求，经过申报大约是5万3千户，显示新北大约有3万5千户，台北市有6千户的租厝可能无互政府来掌握。另怎来稽查这厝头家是不是有照新制来收电费，依然是挑战。租赁案件有哪方面的争议，只要是涉及到是契约的部分，我们都会全部做稽查，无论它是不是电费上的争议，任何争议我们都会做契约的查核。透过受理民众申诉、检举、办理常态及临时性业务检查，并对学生租屋进行访视等管道来加强租赁契约的查核。双北地政局拢强调会加强来宣导新制，也主动来稽查，若厝头家超收这电费，相当会使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前总统川普伫拜六防开枪暗杀，川普受到轻伤，也毋过所有一个现场的民众死亡，庆祝嘛大事。川普决定讲15会照常来出席共和党的大会，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嘛公布副总统的人选。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嘛伫白宫发表演说，谴责暴力，呼吁美国人民爱冷静。美国前总统川普正伫宾州造势活动现场遭枪击，虽然这边耳孔受伤，伊犹原决定以计划出席15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佮将伫这场为期4天的大会上接受正式提名，加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受伤了后，头一摆接受媒体访问的时，表示已经更改大会演说稿内容，将聚焦团结，临时批评总统拜登。面对外界指控，记者为川普加强维安，美国特勤局否认这件代志，佮表示针对川普伫共和党大会的维安计划无变动。We are confident in these security plans that are in place for this event, and we're ready to go. 美国总统拜登15罕见的伫白宫亚能型的办公室发表全国演说，这场大约5分钟的大会除了强烈谴责枪击，也表示即马是考验美国的时刻，是时阵降低敌对政治分度，竞争双方拢有责任伫即马两极分化严重的选举进程转好局势。We can't allow this violence to be normalized. You know, the political record in this country has gotten very heated. It's time to cool it down. 拜登呼吁美国人民应该透过投票捍卫宪法甲法治，临时暴力，这才是美国民主运作的方式。这也是拜登就任以来第3摆伫亚能型的办公室发表全国演说，顶一摆是伫去年10月针对以哈冲突甲俄乌战争。另外一方面，有关枪击案犯案动机，联邦调查局认为，这名20岁枪手克鲁克斯是单独行动，无特定的意识形态，也会将这个代志看作是暗杀行动来调查。不过，也无排除潜在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枪手的高中同学甲媒体讲，虽然伊甲枪手真少有互动，不过总是看到对方是家己一个人。也讲克鲁克斯常常互霸凌。公视新闻纽约编译。
针对美国前总统川普拄着暗杀，咱的总统赖清德嘛随伫网络发表文章，望讲川普会当赶紧恢复健康。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嘛敲电话给 AIT 的处长郭立言，请伊来转达台湾的关心。川普这个事件嘛，互人想到20当前，但最比前总统的319枪案。 2004年3月19日，咱国第11届总统大选前一天，竞选连任的陈水扁甲副手李秀莲伫台南拜票，炮啊声中捡2粒枪支击着陈水扁的腹肚着枪。20年后竞选总统的川普嘛伫造势活动的时阵互攻击，互陈水扁感觉真意外。真的非常的震惊。宾州也可以说是美国的民主圣地，所以有很多的巧合，嘛爱互咱特别爱小心。 美国会发生，咱台湾，咱嘛得爱小心。除了319枪击案，伫大选期间，另外一个互证人意外的政党枪击案是2010年11月2日，五都选举的前一暝，连胜文上台助选的时阵，去互嫌犯林政伟正近的距离枪击头部，当时现场一个姓黄的民众的头去互榴弹击着，送医救无转来。另外，2002年11月10日，台北市议员陈正奇出席喜宴进前，去互匪徒正近的距离开3枪死亡。即马川普拄着攻击，全球拢真意外。总统赖清德随伫社群平台出声，希望川普早日康复，并强调伫民主国家无法度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外交部长林佳龙嘛第一时间敲互 AIT 处长郭立言来转达。国民党是透过驻美代表处转达慰问甲关心，各界嘛关心美国总统大选敢会因为安尼受影响。对川普当然他有短多的效益，但这短多的效益是否可以维持4个月？其实真正的一个竞选活动是一般都是从9月才开始。 主要还是要看这2位候选人本身他的一个表现。学者分析，川普受伤了后，也是手举权力呼吁的形象，短期内会互共和党声势大起。不过美国选举11月7号才上场，将近4个月时间变数也真多，无法度直接论断结果会如何。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中正纪念堂的国军仪队，今仔头一日伫民主大道进行训练甲展示哦。44天来伫大厅徛卫兵搁交接的任务正式结束。今仔嘛是戒严纪念日37周年，总统赖清德搁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做伙去国家档案局来视察政治档案公开的状况，望讲会当公开愈侪资料来了解历史的真相。 结束44年中正纪念堂大厅徛哨甲交接，国军仪队第一摆行出来，伫民主大道顶悬进行训练展示，吸引真侪游客来看。伫大日头下，国军仪队游园展现流量操穿行步整齐，为落实转型正义任务，文化部甲国防部决定更改仪队操演的方式，来企图维权甲个人崇拜。不过民众看法不同。当然，不要那么权威是好事啊。 因为毕竟这个要改成已经改自由广场很久了嘛。太阳那么大，民众在那里，你想可想而知啊。难道要有人晕倒了或者发生什么事情才会重视吗？15都是戒严纪念日37周年，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长杜英泰到阵去国家档案局巡视政治档案公开情形。 赖总统感慨表示，台湾经过38年的戒严，互真侪人受到侮辱迫害，所以宣示3大方向，要求档案局化被动为主动，除了监察国安法律人权的资料以外，拢该公开，甲各单位送交的档案明照原因，加备重要的资讯。跟极权主义站在一起的人，企图想要把国家带往过去。我希望国家档案局的资料。 供给国人能够来了解，凝聚国人的力量，大家一起往前走。赖总统参观档案库房，了解218办事件相关的资料，甲戒严、戒备档案，还有戒严时期的禁歌、禁册列表，其中出现金庸的小说，互伊特别有兴趣。对，《射雕英雄传》，他当年也是禁书，降龙18掌，何日君再来都被禁了，也被禁了。 强调幸福人民公道公布真相，甲表彰民主运动真实公正，政府有责任。赖总统也呼吁国人定定去档案局来参访，透过历史资料了解真相。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原一架载300多人的飞行机，伫美国洛杉矶的时间13下晡要飞转来桃园机场，结果半路发动机各样是真紧张哦。尾仔这台飞行机翻头飞转去洛杉矶机场，加载人拢平安。飞机总算降落，旅客看起来真忝，拢等咧要落飞机。真侪旅客伫咧遐传咧要摕家己的行李，伫飞超过8点钟了，飞机搁转到出发点洛杉矶。起飞2、3小时那时候吧，也有点像遇到乱流那种，晃一下，他就直接讲说，就飞机有发生一些故障问题。长荣这台 BR5班机本来是美国西部时间13下昼1点03分起飞，要对洛杉矶飞桃园机场。伫太平洋天顶正边的发动机出现异常的信号，一直到美国西部时间13下晝9点32分，才回头登机洛杉矶机场。飞出去4个多小时，然后再飞回来4个多小时，就他们没有说明得很清楚啊。长荣航空会释例讲，会协助旅客迁转其他的航班，或者是提供所落来行程加加大安排，并且对航机进行各种的排毒。这台班机是波音777双引领客机，经技术讲，若有一边的引领发生故障，就要找上晚的机场降落。越过这个水域啊。在一般来讲，目前是所谓的180分钟以内要有这个备降场。2个发动机情况，只要一个发动机故障，就是立即就进入紧急状况。When Squawk 7700 is declared, all nearby ATCs are also informed of the emergency. 这台长荣客机被挂到7700的识别电码，代表飞机出现重大事件，就要由航管协助安排优先降落，好加在班机尾也顺利降落到地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西班牙的阿里坎特是地中海附近的海港哦，真侪游客拢真介意。也毋过伫这个拜六，当地有几啊百个民众上街头去抗议，因讲来遮度假游客伤侪咯，造成在地人的厝真歹势，厝税嘛愈来愈贵，因特别无法度伫家己的故乡生存咯。大约9号，几100名民众伫西班牙观光景点阿里坎特街路上抗议过度观光，和真侪游客来到这个城市度假，造成厝租真贵落袂来。根据西班牙经济旅游协会联名统计，今年4月到6月，到西班牙旅游伫民宿度假游客增加24%，也毋过选住伫饭店的游客，敢若增加11%，明显有关西班牙民众大放的开机。随上过去几礼拜，西班牙对巴塞隆纳到帕尔马这滨海城市，拢举行反对过度观光的示威活动。民众示威反对观光，和边仔坐伫个酒吧露天座位的游客也是感觉真无奈。Parce qu'il ne faut pas que ce soit une ville que pour les touristes. Les habitants, il faut qu'ils vivent aussi. Il faut qu'ils aient accès à tout comme les autres. I do understand in some ways why they're doing it, but really it's a big world and everyone travels and we all need to have tourism in every country. 反对观光客旅游，巴塞隆纳民众也不用水情来赶游客，和游客真狼狽赶紧走。对此，西班牙工业甲观光部长赫瑞乌认为讲，应该爱谴责示威的民众，伊讲必须进行监管多元化，才有法度互旅游业更加具有永续性，重新分配观光产业的利润，提高就业的品质，对着改善大房也有生活负担真贵的情况才有帮助。广视新闻，陈时东编译。来看甘波济诈骗案，嘛牵涉到器官的买卖。手术活体器官的问题哦，今仔有民间团体加入为开记者会，有一个捌防强逼手术活体器官的中国医生，伫记者会就讲出伊实际的经验，伊嘛呼吁各国立法禁止这款无人道恶质的行为。亲身参加过做过活体的器官移植的军事任务，我知道它的后果是有多么严重。讲到伊做兵的时阵，洪强逼爱参与甲人挂器官的过程，多数人已经伫咧外国，嘛得到政治庇护。这个从中国军医想到伫咧沈阳军病院实习，去互顶级命令，都爱参与活活甲少年士兵的器官挂起来，提供互高层的军官医疗使用的过程。就算已经过真侪年啊，粗残的行为，伊一直想到，目屎就全咧流落来。开膛破肚，当时我看到那个肠子突然间涌出来的时候，那个军医直接就取了一个肾脏，命令我说：“你快，直接用剪刀剪动静脉，
我当时机械的去捡了一下，当时那血一下就喷出来。台湾因为干部这诈骗案标出器官买卖的问题，引起各界关注。后美国国发起防止器官买卖立法的运动，亲像美国众议院去年通过阻挡活体挂器官的法令，今年6月搁一届通过法令，针对特定良心犯进行活体挂器官的犯罪，给法律的制裁。很坚定的反对并谴责任何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活摘器官行为，因为它就是酷刑。做好一个明确的立法，在保护所有的人民，还有所有的患者，以及让从业的医师人员能够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把它做好该做的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立法上面有必要去厘清。包括全律会、医师公会，也有日本 NGO 等等的团体做会出现，希望呼吁台湾买当推动立法。也伫顶一个会期，把提案的立院立委柯志嘅强调讲，因为会期无连续，这个会期会搁一届提案，嘛呼吁各党支持，阻挡这种无天良、搁粗残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医的检验医学部第4档前捌互质疑讲，帮警方验毒品哦，几啊届甲3级毒品换作是2级毒品，当事人哦请求国家赔偿，嘛造成国库的损失。也毋过哦，高医声明表示讲，因并无失误，嘛强调讲，因的实验室拢有经过认证。法官书写着民众请求刑事补偿，同意刑5万块，另外一件只是判赔26万7千块，这2例拢是挽赔。代志起因是伫个2020年，高雄甲屏东警方委托高医验毒，有几界出现3级毒品判作是2级的毒品。文凭协会掌握有超过20件相关的案件。其实这20几件，我们观察到，它也都是由检察官来发动再审。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台湾很进步的一个状况，就是由检察系统来自觉的发现错误，来重启调查。协会表示，拢是防判有罪，后续拢由司法机关发动庭审，代表是台湾的进步，嘛有可能会有更较侪冤狱的赔偿。强调毋是干那目前这2件。但由政府来付赔偿金嘛，等于是全民买单。不要全民买单的，应该是跟医院更多的机构来辅助做检验，可能这样是不是会比较精准一点？毒品的检验哦，其实在国内可以帮我们检验的单位很少。然后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他愿意来帮法院做这个毒品的化验，其实他们的出发点真的是善意。高医这是回应代志，伫2021年12月中有新闻报道的时阵，病院就捌讲过完整的说明无误判的代志。事件了后，实验室是积极来协助着政府检验更较侪新的毒品，嘛有定期更新着因的相关资料库，加上会观察着国内外流行的新兴滥用药物。实验室有持续精进检验的方式，嘛向中央申请着检验机关认证，去年12月1号已经通过。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来看嘉义市一间国小，伫2021年时发生校长亲像霸凌老师的事件，有一个细陈的代理老师自杀。今仔早起，代理教师工会出面指控讲，已经3档过去了。迄当时的嘉义市的教育处长甲细条的校长到达拢无受到任何的处罚，要求教育部应该爱检讨无适任校长退场的机制。开个记者会嘛是共管美市政府、美家办、美家长会、美老师，伊只干嘛要针对主任安尼骂，大家拢爱做就好啊。因党内底声音是哪讲哪好，家家属讲学校都要帮盘，这是迄当阵的嘉义市教育处长林立生甲家属的对话。我为着一个监视器，都爱换得这么大的代价，我真正我袂堪信啊！嘉义市的一间国华啊，伫2021年发生校长强制伫教室内底按监视器，要监视特定的学生，后续发表不实的言论，将刑当像霸凌，提出一个姓陈的代理老师自杀的案件。监察院认定校长涉嫌滥用权力，甲学校甲嘉义市府提出纠正。不过，互家属痛心的是，林立生即马担做新北市教育处处长，也那细条的校长即马是做嘉义市所谓学习办公室的执行秘书。其实案发的隔年5、6月就决定要再出来遴选校长。那其实，在对于嘉义市的基层老师们，其实他们都不认可。我觉得应该要从这件事情去探讨制度应该要怎么更优化。记者打电话去探问。林立生透过新竹教育处的同仁转述，这个案件由嘉义市府做统一的回答。也那民进党立委黄云指出，目前现有的法规对无适任的校长处理的方式无一定，
教师法内底对无涉及教师有改评、停评等等的规范，不过校长并无效用，无法度停评，敢来当暂调。因若伫国民教育法内底，虽然有袂当聘任各中各小的校长的规定，不过因为高级中等教育法无同步修正，所以高中的校长也是会当倒去做老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疾管署统计，去年13岁到18岁青少年得到菜花的比例是有667个哦，甲2018年的191个比起来是增加2.5倍，梅毒的比例嘛成长2.2倍。疾管署指出讲，少年人的比例增加，可能甲网络的交朋友软体真事件有关系，嘛呼吁青少年哦，都爱保护家己，避免感染。休乐期间，未少青少年朋友拢会小少出去佚佗，也毋过细伫伫做性行为进前，爱做好保护措施。根据疾管署统计，去年台湾13到18岁青少年增加的淋病甲梅毒病例，拢创下最近6年的新高。年轻族群的一个性行为的一个年龄层下降，很多人在使用交友软体或是一些网络，可以很快速的联系一个彼此，口力的一个疫情趋缓，所以筛检量跟通报量都有增加。看卖疾管署的统计数字，台湾13到18岁青少年淋病比例为2018年191例，当年提升一直到去年升到667例，成长2.5倍。梅毒部分是为81例增加到262例，增加2.2倍。只是早伫2022年儿童权利公约第2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中，非政府组织报告都捌提醒，台湾淋病甲梅毒每10万人口感染数拢比后面多，尤其是青少年的增加趋势，要特别细致。在男生来讲，它主要是尿道炎哦，那有时候会引起所谓的往上会引起前列腺的这种发炎。那女生的话，就是除了尿道炎以外，也会引起子宫颈炎的发炎哦。那甚至假如说多次感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所谓的不孕的这种现象。另外，有医师表示，最近两性观念开放，加上交友软体发达，增加互动的机会。学校有义务强化健康教育，也提醒预防性传染疾病，要做好防范措施。若有无安全的性行为的人，要定期体检加量查就医，才袂去耽误着黄金治疗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卫生福利部推出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伫过去8档计共是有56000多通咨询的电话。去年是以怨叹照顾的压力电话这款电话上侪占4成2。50多岁王女士是厝内上细汉查某囝，阁无结婚，照顾年老爸母的责任都落伫伊身上，而且一顾就是30年。有一摆家己得到流感，破病无爽快，加上袂堪去长期照顾的压力，竟然情绪失控，捌想要拍妈妈，好佳在下晡走出门冷静，才避免发生长照悲剧。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差点拿衣架，或者是看到电风扇就很想踢过去。其实类似这款的案例常听到。卫福部上新调查显示，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来电咨询心理问题，头一摆超过资源问题，其中过去倾诉照顾者压力是上悬，占4成2，其次是甲被照顾者沟通困难占2成1，甲其他家庭沟通困难占1成9。我们男性照顾者已经高达4成5的比例。那男性照顾者其实我们更担心男性照顾者不会3不5时找好朋友去喝咖啡聊是非，对不对？他更可能独揽一个照顾责任。家庭照顾者的这个据点，我们现在目前截至这一个6月，我们总共有131个据点。好，那我们未来会逐步的再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据点。卫福部提醒，民众好多观念甲家庭责任影响，多数认为照顾家庭是家己的代志，所以呼吁家庭照顾者多关注家己的身心健康。除了1966长照专线，也会当卡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会有专业人员互照顾者情绪支持，也陪伴照顾者找回家己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嘉里一间庙，伫昨暗8点外，因为射箭放炮造成附近的杂草着火，加在是无人着伤。台南市环保局表示讲，虽然是伫规定内的时间放炮也毋过已经造成空气的污染，会过来追查，上最是当罚10万块。
规堆杂草拢得要互大火烧了了，搁强要烧着边仔的车。加在消防队接到通报了，赶去现场把火拍花，无人受伤。那燃烧面积约50平方公尺，它没有损失，也没有人员受伤。详细听画面会当听到公庙顶头拍鼓的声，原来是家里一间庙咧绕境放炮仔的时，无细意烧到边仔的杂草堆，引起火烧。庙方嘛感觉真歹势，不过台南市环保局讲已经造成明显的空气污染，后续会照影片的事实解决。那我们从影片可以看到有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那环保局后续会前往搜证确认，如果有违规行为人，或者是因为公庙活动而产生者，将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规定，最高处10万元以下罚款。天气较热，可能伊个使用讲这烟火的时阵有无无细哩大个安放伫讲阮边仔遐的一寡杂草堆安尼，造成讲到大家困扰安尼有无庙方这边真是非常的歹势安尼。除了照警引起火烧，台南南昆新14发生高雄地区公庙顶头的人出入庙的时，甲别个顶头的人烧的起冤家，甚至起脚动手。目前警方已经查到出手共拍嫌犯事项，会陆续通知到案说明。影片发现双方有数名交班成员疑似有斗殴情事，本分局已掌握相关人员身份，并通知到案说明。警方呼吁台南有丰富的宫庙文化历史，定咧办的进香绕境活动是为着祈求风调雨顺，民众若拄到纠纷，也要理性处理，避免冲突暴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国际东湾艺术节已经开幕了，因为当地生水用水量是真大。最近罗东五节甲东山等所在传出讲水压无够，有民众就质疑讲，敢是东湾节去影响到民生用水也毋过自来水公司是表示讲，大型活动拢有专门的管线，未去影响到民生用水。鬼水道出来的热天是真清凉。宜兰国际东湾艺术节开幕，因未少人，不过因为主打生水活动用水量真大，附近罗东东山甲五节顶乡镇出现水压无够情形。对，差不多这样，3楼的话就上不去了。流出来水比平常时少，怀疑甲东湾节大量用水关系。县政府表示，东湾节用水逐工差不多5000立方公尺，是向自来水公司签合约，透过全工处理，袂影响民生用水。阮也无对阮也无啥物好处啊，煞来都受影响着啊，对啊，所以讲这款的这政府要改善啊，对啊。那县府都是有专案向自来水公司申请专管的用水，并签订契约。那这个部分原则上是不会影响民生用水。用怪手清修漏水管线，自来水公司表示，13罗东五节顶乡镇传出水压无够的情形，经过全面检查，发现罗东的管线有漏水情形已经修好啊。整个节庆旅游人口增加的同时，呼吁整个用水能够节约大家能够节约用水。自来水公司表示，因为极端气候影响，既然热天无风太大来冲足水源，加上东湾节顶大型活动加陆续加大火，用水开始有点暗。呼吁民众爱省水，若3楼以上楼层有水压无够情形，应透过加压设备来解决，用水目前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海溪的酸雨大，最近这几天因为极端气候和海洋的效应，嘛出现过被盖白化的状况哦。最近温度阁一直升高，当地水温已经到34度，所以酸雨白化的状况是真严重。垦管处嘛委托学者调查，望讲会当来找出抢救的办法。 5月有个真水的酸蚵，到7月时煞变甲白茫茫。屏东恒春半岛的酸蚵大，因为高温全大面积白化。看到安尼画面，连唱水教练嘛感觉真唔甘。那个画面真的是太冲击了，就是我们每天要去上课或者是去海边带小朋友去玩，看到的景象就在一夕之间，就是全部都白掉了。极端气候造成热浪气温是一年比一年更较悬。 最近恒春海峡的水温上悬甚至有到34度，致使当地酸蚵出现2020年以来上严重的白化。其中国以跳蚤海岸甲后壁蚵两片头者上惨。垦管处委托学者调查，希望会当找到抢救的办法。白化不代表就是珊瑚的死亡，在一些外在环境因素控制好的状况下，如油气压力、水土保持及污水等等控制好的
状况下，珊瑚白化还是有可能会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受到海洋热浪等因素影响，恒春半岛的珊瑚已经出现白解白化状况。虽然白化主要是因为高温，不过因为白化珊瑚非常脆弱，学者嘛呼吁民众较莫去挖进珊瑚礁。这个时候它最虚弱，人为的活动会对它造成更多的伤害。做好这个人为的污染和破坏控制，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啊，那另外就是土地的开发利用，要避免污染。最近这几年，相关单位积极来培育会牵得热的珊瑚来抵抗热浪。虽然极端气候有改变，学者甲创水业者嘛是呼吁民众唔通去黑白破坏甲污染海洋，才会当保存这美丽景色。记者屏东报道。来看由38个新北市高中小学生组成的新北市立少年合唱团，最近在2024年纽西兰第13届的世界合唱大赛摕到金奖的好成绩，麦当比2026年的冠军赛哦。因伫台顶唱一条台语歌《鸟啊》，嘛互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为着要让观众感受到鸟仔掠鸟鼠的刺激气氛，学生用轻快响亮的歌声配上鸟仔掠鸟鼠的动作，唱出这条台语歌《鸟仔》，让听众听到嘛感受到鸟仔掠鸟鼠的刺激。因是新北市的少年合唱团13拜6的时，伫纽西兰参加世界合唱比赛，演唱这首台语歌曲，让世界听到来自台湾的声音。那为什么会选择鸟仔呢？是因为世界合唱比赛是很大型的国际比赛，那他们希望把台湾的本土语言带上国际舞台，让全世界都可以体会台湾本土语言的魅力。新北市立少年合唱团顶日第4摆去参加世界合唱比赛，摕到金奖的好成绩，嘛争取到2026年冠军赛的门票。因前3摆嘛捌摕过金奖甲银奖的好成绩，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台湾人6档无参加比赛。这摆去纽西兰参加2024年第13届世界合唱比赛，共款替国家争取光荣，摕到好成绩。新北市少年合唱团是新北市的市属艺术团队哈，然后历年参加世界合唱比赛成绩都不错。那因为受疫情影响，这一次是睽违6年后再一次去参加世界合唱比赛，到纽西兰跟世界各地的团队一较高下。那这次也获得公开赛的金奖，那并且也拿到下一次进军冠军赛的门票。教育局表示，这摆总共有38位新北市国校甲国中的学生代表新北市去参加比赛。伫比赛进前，学生的心情拢真紧张。不过，伫咧成绩出来了后，因则总算展现出囡仔的活力笑容，嘛一定欢喜咧期待2026年的冠军赛，嘛会当继续摕到好成绩。记者陈阿选林玉凯台北报道。咱再来看今年10期作家活图会哦，是以台湾做主题，邀请台湾的作家去分享历史甲族群等等的议题。主办单位是表示讲，虽然10期的民众对台湾无啥了解，也毋过因认为台湾文学挑战真侪敏感的议题，真无简单，达到消解，互10期民众来阅读。由这区主办的作家活动会，台湾是今年的主题曲，大家拢有无共作家来分享台湾历史、族群、经验、文化和性别议题等等。这区的主办单位红车出版社的创办人表示，事实上，伊对台湾真无了解，听过遮侪分享了后，伊认为台湾文学勇敢挑战这些敏感的议题是上属于背后的。nebo otázky rodové, nebo etnické a tak dále. Zkrátka každá země si nese svá nejrůznější traumata, ale mám pocit, že je obdivuhodné na tajvanské literatuře, s jakou otevřeností do toho jde. 伫今年的作家活动会，总共有31位作家受到邀请，其中写小说《等路》的作家洪明道和诗人向阳拢有分享台语的创作。洪明道嘛伫分享的过程讲到台语和其他族群语言受到打压的历史。对于这区的民众表示，伫因的历史当中嘛有受伤的情形。因伫差不多18世纪的时阵，嘛是有受到，算作是受到奥匈帝国的统治啊，因捷克遮的社会变成德语是较高级啊，较接要用的一寡语言。啊，因的这个捷克语嘛是经过因的复兴运动了，才成做因即摆较接要用的一个语文。所以因听到遮时阵，足侪观众拢会
走来甲我分享讲因的算作是因这科技的复兴的较早这段历史啦。Ten jazyk měl a má svoji funkci v těch chvílích, kdy jde o nějaký zápas o svobodu, nějakou emancipaci a samozřejmě v otázkách kultury, protože v tom je jazyk, ale každý jazyk nenahraditelný. 红车出版社嘛肯定语言作为一个身份认同的功能，无论是族群外省语言，都应该受到保护。也那伫咧活动现场，原来有来自台湾的一位电影工作者，伊自开播以来，逐工拢来听讲座。伊表示，逐工拢通听到这区民众对台湾有真好奇。我倒蛮意外的是，他们很兴趣台湾作家所专注的，比如说有些是写同志，有一些是写台语，有一些是写历史，他们反而不会认为这些专题的东西很刁钻。伫咧作家阅读会，嘛有展出中欧地区的文学作品，其中也有台湾的文学翻译作品。主办方嘛希望透过双向的交流，台湾和这区拢会当有愈深的互动和理解。记者卢尚如、柯秉哲这区报道。来看嘉义的新港哦，甲日本的回岛市的古船顶30多年来一直拢有交流。今年哦是台湾社区营造30周年，新港文教基金会就邀请古船节表演团队来台湾，那么做伙来看卖。面线伫破开的底内底对水流落来，第一届体验来自日本的流水素面，民众拢感觉真新鲜。很新奇呀，很特别，然后觉得刚刚家己伫日本呢。除了食食的文化，还有日本建筑、生活或者是祭典的文化体验。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日本岐阜县迄搭市做伙举办文化庆典活动。除了要庆祝台湾社区营造30周年，嘛希望借双边文化交流的机会，互民众来入捌多元的文化。日本的朋友来台湾做交流，咱嘛来甲交谈，不管是对大人还是对囡仔来讲，拢是一个真好的欣赏别人的文化的一个体验，安尼。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成长，希望讲家故乡的物件文化会当愈来愈好，嘛有希望讲后一代慢慢搁甲咱这个文化搁再精进进步。这届合作当中，除了文化交流以外，新港乡公所嘛甲日本岐阜县迄搭市展开贸易交流。乡公所表示，为1994年到今，新港乡甲迄搭市的古船顶已经互相交流30档。澳门透过更较密切的合作，学习日本文化传承的经验，嘛互新港在地文化会当走向国际。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欧洲国家杯卡球赛哦，昨决赛西班牙是以公司新闻是会众朋友。传统意大利的拿破里披萨哦，用料是非常的简单，也毋过烘的手路是真讲究。为了要维持300年来的传统，正统拿破里披萨协会特别开课，要用9日的时间哦，教大家做正港在地披萨。乌西亚伫咧确认火炉的温度，边仔一个人伫咧烂面粉皮，软软的一个提起来后，甲披萨皮整形。这个伫咧面粉皮顶头裹件红色的塔马多酱，放青色的罗勒，一个白色的莫扎瑞拉 cheese， 代表意大利国旗的3种色水的配料。这就是拿破里披萨代表之一的玛格丽特披萨。San Marzano non è un pomodoro dolce, è un pomodoro agrodolce che si sposa bene sulla pizza perché sulla pizza napoletana classica alla margherita c'è quel gusto più dolce del fior di latte o della mozzarella, quindi che è più dolce, quindi il San Marzano, che è un sapore, un gusto agrodolce, va a controbilanciare i due gusti e per questo diventa un piatto unico al mondo. 为了要保存拿破里披萨的传统做法，正统拿破里披萨协会自1984年开始就坚持捍卫披萨做法的原创性。透过披萨学校，将这种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I have been making pizza in Australia for the last 5 years, but I just learned everything by myself online and everything. So this time I came here to learn the real traditional way to make the real Napolitan pizza. 为了要守护正宗的传统滋味，正统拿破里披萨协会向欧盟申请认证。伫2021年公布，只有符合地方特色传统认证的所有规范，才能讲是正宗的拿破里披萨。公司新闻深入配编辑。报报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
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